死刑犯到重新得到自由，谢志宏经历坎坷的20年，要增加祝福，无做了后得到新生。继续要来看为咱大家守护回家的平安之路，背后有真侪人的牺牲甲奉献。台湾高铁平均每一天的载客量185000人，其中高架桥梁有252公里。安尼一段一段接起来的箱仔娘，内底空间是黑暗佮狹窄，工程人员都要爬入去内底，才会当为桥梁来体检维修。还有高速公路的桥梁检测，工程人员同款嘛是爱爬入去箱仔娘内底，伫个密闭的空间，一个工作就是8点钟。另外，雪山隧道逐暗拢清洁甲检修人员牺牲困民，点点咧守护大众行车的安全。接落来，咱就亲入现场来看这个幕后英雄的故事。感觉有白色的列车伫西部国道起走，打入台北到高雄一日的生活圈，有350公里长的高铁，平均每一天要载185000人次，以其运行通顺甲安全无碍关键之就伫这。高铁桥梁路段检测首次在镜头前曝光，现在我们要跟着检测人员进到这5层楼高的箱梁里面做结构检查。厢室里头呢，这宽度大概只有3米宽，而上方呢，距离我们1公尺就是高铁列车行经的轨道，而检测人员呢，就是要在这个密闭昏暗的空间里头，替我们把关每一个行车安全。看起来真平凡的高架桥梁，其实暗藏神秘的空间。三人一组举手电啊，像箱仔娘。我们这个箱梁编号是 G421，这个地方开始，那我们就检查我们的泄水槽，看里面有没有一些堵塞物。详细看箱仔娘内面每一个结构，为排水系统到春秋旁，拢要严格检查。伫铁架路的桥梁内面，高铁快速通过，不时会使感受到箱仔娘内面倒咧转。就有这种鸟巢，你不要看哦，这个鸟很聪明哦，它会夹从深松进来，然后在这里，这个你看这个很明显就可以看有杂物的地方，看这边就有水了，这很明显就有看到了，所以我们会来做一个修复。台湾高铁高架路段占72%，所以讲桥梁的医护顶是高铁重要的安全命脉。伫高铁服务19年的陈宪斌，为开始起到即马，逐年拢为桥梁做总体检，毋捌放松。伫昏暗的空间内，我靠以专业用目睭看就才发现，这壁有什么危机。来看看裂缝，看这个要不要量看看？裂缝我们就是利用我们那个裂缝尺，下去量看看那个裂缝的那个宽度，0.25小于0.3。0.25很小了。438码。那我们走快一点好了。我们今天是从 G421 到438，那这段时间我们必须要把它走完。维护工程师的职责就是要维护我们高铁的营运安全。伫光线真暗的箱仔娘内面行500公尺，陈宪斌已经大力搬4粒罐，采用团队头一摆深入第一线，内面有真侪土粉，喘气较困难，深刻体会到工作人员的辛苦。台南段长有28.5公里，逐年的桥梁检测分3个月完成，一天至少要行2公里。那对着突发状况，更爱随时待命。那像台风天，政府部门有公布停班停课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出来，开着公务车，沿着我们高铁结构沿线去做检查。有时候你地震3更半夜，我们还要赶快起床着装，然后到工地来做一个检查。我们的手机都是要随时要 on call， 如果说有地震超过4级的话，我们随时都要赶回来我们的驻地。所以这些流汗是值得的。每次看到我们这个橘白的列车南北穿梭，心里都会有一些幕后英雄的成就感。
暗时9点，国道5号细山隧道上北的入口，工程车挡伫外线的车道开始封路。热带工程车慢慢驶入磅坑内，到作业地点，随开始做磅坑的健康检查，做修补工程人员8年郭福生，装备穿好变成壁倒的修理医生。灌注这个东西就是环氧树脂，它可以阻止这个空气跟钢筋之间的接触，让水汽隔绝在外面。伫高空作业车顶一直伫磅坑的壁倒注射，再佫用这个树林固定强化壁面，壁面必须佫扩大。伫封路另外一线道，车辆拢驶真紧，工作人员随时拢伫风险中。我们在这个里面最大的危险呢，就是用路人他们会有疲劳驾驶，或者是说酒驾。通常我觉得应该是隧道恐惧症也有啦。那他们开车有时候会晃来晃去啊的。那这种东西我们都会通报。我们的工作的时间都是大家在睡觉的时间，也就这么跟家人会有晚上不能好好相处在一起。那这些牺牲掉这些睡眠和亲人相处的时间。伫半暝郭福生有一陪伴亲人，就是伫这个长13公里的细山隧道内，看随这土粉甲冰冷的壁面，热天上界原温度搁到40度，虽然讲卫生有淡薄，依然无放下手边的工作朋友困，就爱抽时间赶伫透早5点通车。隧道的清洗车伫壁面往回去洗，随洗一沿乌色的带，机器洗袂掉，就要靠人工来撸。因为日夜颠倒，可能员工白天睡得比较不好，然后到了第二天晚上做到大概3、4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累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维护其实最辛苦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员都是为了要提供服务，所以牺牲我们团队的一个大家的一些睡眠时间，利用晚上来施工，降低对用路的一个影响。要提供这段半暝内面的防护尖兵，才正要收工。伫高速公路的另外一段，又搁有新的任务。为圆山桥底桥墩入去到相识内面，每一个相识之间的连通口，敢若会使一个人过尔，爱用笔。愈往这个桥体内部行，光线愈来愈暗，空间嘛愈来愈细，空气嘛愈来愈薄。然后后面那边就要蹲下来，不然你就走，你就没办法再站好了。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钻那些洞。那些洞是，更里面还会有一些水管安插在中间，我们还要爬过水管，我才能顺利检查到每座箱梁的内部。这样要出去很麻烦，因为你可以看出它的路其实都非常的狭窄。那我们进去一次，竟然一定会把从早餐一直带到晚餐这样子，大概，但是原则上大概检查8个小时。收室内面有位移度检定含记录起来观察桥梁健康的状况，嘛还靠人工目睭来巡视这个壁倒是毋是必顺。消防如每一摆检测，拢为提供到暗时。高速公路内湖区段总共有400座，一年必须求检4摆。消防如差不多一年有将近1/3的时间伫桥梁的收室内面。在例行的维护跟检测的工作里面，给工程师带来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桥梁里面的作业环境是比较不好的里面比较热也比较高温工程师在里面也是比较寂寞了就是2个工程师一组，在里面做各项的一个检测。5人整队出发，抢小组嘛对应坐最后一台风浪车。有时候事故你撞了之后，它底下就是一些碎片啊，或干嘛的。接近到物件现场，工程车就开始单警力。一个到现场，短短30秒，就要将落来到路面的物件清理掉。在车速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慢1分钟就增加1分的风险。这令国道顶面的清道夫无分每日，各种奇奇怪怪落来的物件，拢要彻底清除。一摆任务，3台车同时出动，由防浪车做护伞，确保人员的安全。
做国道路面1号已经5年的蔡信奇，我靠伊经验甲判断，解决一摆过一摆危急情形。那些受超伤的垃圾，只要一个掉下来之后，破了之后，就整个车道全部都是。对啊，那你半夜你要去捡，就是很危险。对啊，那个你又不能去封车道，你只能这样停着，然后这样停着，然后晚上的话，车辆速度又快。是24小时3班轮，的方式保持高速公路的畅通。比较危急的大概不外乎就是车祸，火烧车。本段也碰过化学物品的散落，这个也是蛮紧急的事情。这修复道路的无英雄，有的伫半暝牺牲军人，有的伫艰难的环境中用汗水、用使命感，保卫救援的安全，今仔都要承担意外风险。换来每一段铁轨路，每一段高速公路，健康正常，替民众铺一条安全无顾虑转去的路。